来，拄到这款代志，只要一改就百个罪咯。有一对男女朋友到高雄佚佗，到高雄一间饭店，已经有甲柜台讲莫甲因搅扰，嘛唔免来摒扫，啊房间门嘛有字迄个请唔通搅扰的灯号。但是想不到困到一半，这个清洁人员竟然是向女客入来要摒扫，两个人拢无穿衫，当场是真惊讲，唔知要安怎才好，实在互人正气咯。啊饭店讲歹势，因确实是有欠点。所以乡亲啊，若有去住饭店，迄个门鉗啊，上好是为内底甲鉗咧，安尼较妥当。出去路口佚佗放轻松，回来到饭店，就是希望当好好休困。都民众讲，是连续住伫咧高雄一间饭店，结果困到一半，保姆人员煞向女客边来讲要摒扫，伊含女朋友衫裤都拢无穿，当场反应袂利。回讲其实已经是这唔通搅扰的灯，冇提早甲柜台人员讲唔免摒扫，煞嘛是安尼走未来。这个经历，都网友拢感觉真喊过。但是没办法。能够接受了，乍听之下就觉得说非常的不舒服，因为真的就门关起来，里面的隐私是必须要受到重视。针对保姆人员家己开门，饭店嘛新进有疏忽。因为是新进的同仁啊，要准备打扫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说，我们内部的通报客人是2点才check out， 他没有注意到，这确实是我们的疏忽。除非能够证明房务人员有故意行为，否则不会构成刑事责任，但是仍然会构成民事的侵权行为。饭店业者也必须负连带的赔偿责任。来到饭店是要放轻松休喘，煞向有人拍开房间门，这恐惊予人客拢惊一条。嘛建议民众除了门锁口的扣好，房间内锁埋锁起来，安尼会更加安全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。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